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有2处，记载在旧约诗篇第1章第1节，以及新约约翰福音10章10节。和本圣经在659页，还有142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诗篇第1章第1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第2处经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时候，我们请刘应验传道来为我们讲道，题目是“真爱福气，真爱福气”。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预备了49年才站在这里，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蒙召乃是主你的恩典，我们为这个恩典献上感谢。主，我们原是看也看不清楚，听也听不明白的，主，恳求圣灵带领。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更认识你，也因此我们更认识自己。主，我们更认识自己，我们就更认识你。我们知道，主，你要我们怎么走，主，我们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谢谢主，你光照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真爱福气，还是福气真爱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有个梗，就是每一次我跟每一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都会说这是神圣的时刻，我会邀请你许一个愿望。所以我也要邀请大家，此时此刻神圣的圣殿，神圣的时刻，许一个愿望，神在听，好了吗？是，就是你心中这个愿望，神听见了，一定要应验。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的名字叫应验，乃是因为神真的爱我们。从他今天启示给我的这一段经文，因为我的经文都是按照经课表，全世界很多的牧者是按照这个，今天正好是这一段经文，而且是诗篇的第1篇，祝福的开始。是真的很爱有福气，还是这个福气是真爱呢？哎呀，这个礼拜当中有很多人问我，争吵不休啊，说传道你这个写这个不够清楚啊，也没有主词也没有动词啊，这到底是什么啊？结果吵来吵去的，就像我们最近的报章杂志会常常看到在吵的这个事情，这个叫做什么台钓鱼台。到底这个钓鱼台是谁的啊？你的、我的、他的啊？究竟是谁？大家为什么以前都不会吵？这个钓鱼台不是现在才有的很久了，为什么现在吵呢？哎呀，我们直觉就会说，哎呀，传道你不要傻了，这个就是利益之争啊！可是以前也有利益啊，只是现在发现了更多的什么资源，而且这个资源是要人命的。为什么说是要人命呢？如果我们大家在这几年发现有一本很畅销的书这几年他是一个观世界的观察家，他说世界是平的。怎么会世界是平的？因为资讯。所以我在台北，我在桃园，我先生在台北，我的家人在台湾，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透过 Skype， 你看得到我，我看得到你，我们可以一起看圣经、祷告。这是我们从结婚第一天到如今都没有间断。不管去到哪里，世界都是平的，所以有很多的职业
在差不多7、8年前就有预言说，很多职业会变没有，因为世界是平的，再也没有障碍。所以呢，世界是平的之后，大家就觉得很紧张，他预言很准。最近3年前他又预言这世界会是什么？又挤又热，然后又怎么样？又平热。所以这世界资源不够了，因为太热了，什么都长不出来，所以大家开始抢地。所以大家抢来抢去，到底是谁的？真是搞不清楚啊！你会说，这个地方听说人家曾经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呢怎样都不要，现在却是这样抢着要。如果早知道多好啊！早知道我们早就去拿，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真的很难买，难知道吗？不，上帝早就已经诉说。在我们上个月8月的时候我们青年们，我想我们大家都在看这一本《言经释义》，那时候已经开始在看 Daniel 对。但以理书已经预言了许多上帝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应许给我们的，都一一应验了。据说很多的这个应许呢，只剩下10几个还没有应验。所以我想，神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听见了吗？神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我们听见了吗？还是就像但以理我们上个月读的，上帝很奇妙他连那个坏人恶人尼布甲尼撒王，连那个什么撒撒连那个什么大乌什么利，都发什么给他 email 给他用手指，用他梦，用各种的方式让他看到异象，但是发给他的 email 他没有打开看，很可惜。神有没有发 email 在你我的身上我有，但是我有没有按照这样去写？神要祝福我的，要提醒我的，我们要听见从哪里来听见？从圣经。圣经来告诉我们许多我们在生活中的引导，甚至他会跟我们讲，孩子有些事情不要做做了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怎样听见了吗？圣经里说，通通是公约那天祷告会有个人说，传道你说的圣经好像全部都是这个公约生活公约，不能做这个，不能，烦死了，跟青少年孩子一样。我的青少年孩子总是传道不能做这个，不能，你就是要我们痛苦吗？神不是要我们痛苦。在圣经中，神的应许说怎样？他圣经中，他是要与我们同在并不是人要渴望与神同在。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了跟神同在多么好，但是神在我们还没有想要跟他同在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先爱我们，而且与我们同在。从圣经中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从创世纪1章22节，神就创造好一切的时候，他就祝福开始。神就祝福，而且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跟雅各在一起。雅各怎么坏的人，他都跟他同在。神也要与我们同在。你听见了吗？你希望神与你同在吗？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会享受很多的福气。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神渴望与我们同在，渴望赐福给我们。我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圣经里面把诗篇，很多人拿到一本圣经里面都会有新约，然后还有附一个什么诗篇，看起来这个诗篇好像不是正典，好像是那个附件而已。我想今天开始传到在目前为止传到在迦南教会讲的经文，大部分都是跟诗篇有关系。我想是因为传道希望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更多的省察我们自己，
神要我们更清楚自己。在诗篇当中有许多我们人最深的情感，这个还很久几千年前的他们的心境，如今我们只要再读诗篇，我们会很被同理啊！原来在那时候的人，他能够说出我心中的苦啊，能够说出我心中的孤单啊。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都用了诗篇，是吗？他说什么？为何离我而去？父啊，为什么离开我？我想，当我们在苦的时候，没有人同理你的时候，诗篇是最好帮我们说出我们心中的苦。可以这些真实的字句都成为诗句，让我们能够唱。那像诗篇在原文的意思，它有可以成为诗歌，它甚至于诗篇的意思，有人说它是一个赞美。哦，诗篇是赞美，我们刚刚不是也在赞美呢？赞美什么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赞美神。所以我们来想哦，我们真正来认识诗篇啊，诗篇里面有许多的应许，应许是要抓要接受。如果你不要，没有人可以勉强你，神尊重你。那这些应许有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他非常清楚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从怎样恶人的寂寞，很好。下来呢，不怎样，不在罪人的道路。再来呢，哎呀，我们好清楚哦。我们刚开始怎样，不从恶人的寂寞，从就是跟从。你如果看到坏人，你就是坏人；你如果看到想要做错事情的人，你会发现他刚开始心很痒，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呢，就站在选择了一个路，选择了正或负或恶的。等站稳了以后，久了以后就怎样？坐下来了，就习惯了。我想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好像这个犯罪的历史好像都没有改变。我们从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是，那个蛇啦，怎么告诉夏娃怎么开始的？他说：“那个创造你们的主啊，是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吃啊？是不是这样说？是不是这样说？”这个夏娃说：“你乱讲啊！我这个创造我的主，上主他说怎样，统统可以吃啊，只有一颗不能吃啊！”要引诱我们犯罪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要先引起我们的注意，然后我们就跟他搭上了，就跟他勾搭这些，然后继续呢，还说：“哎呀，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啦。”就进了他的心了。哎呀，这个夏娃就看了那个树上的果实，看了以后心里就想：哇，这个眼睛看了这个果子很美啊，心里呢就开始痒啦，就开始手摘起来，然后就赶快吃了，然后再给他的同伴吃。我想在诗篇第1篇里面，开头就告诉我们3个不。我们常常在那边绕来绕去，不要从，不要跟从，更不要就站住。哎呀，更惨的是就不要坐下来，自以为习惯了。但是神不是说3不而已哦，不做这些而已，并不能得到福气。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要爱慕神的话，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这样子神要赐给你祝福。在经文里面有一些翻译的，他会说不从恶人的寂寞，然后不下面3个不，然后一个要的时候，最后才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原文不是哦，原文他怎样讲？来哟，后看来了，祝福来了，你们赶快来看。诗篇第1篇就说神要祝福我们，好康的来啊，这是兴奋的耶，不是那个
哎，又来了传道，你又要跟我讲生活公约了？不是，这是让人兴奋，是让你的一生可以得着福气的。如果你真正爱福气，如果你真正爱福气，我们就来遵行它，遵行神，日夜来思考神的话语，日夜来思考神的话语。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就想到这句话；当我们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就来想，我们是要怎么样的结果？他这边讲了，有2个结果，一个是怎样，在溪水边，栽在溪水旁，它的绿叶会是青绿色，而且会按时结果子，而且这些果子要收在仓库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一下，按时结果子啊，不是1年365天，天天都有果子哦，好不好？我们注意一下，按时结果子。有的时候一棵树3年才结1次果子，大部分没有结果子，但是你也不要没有盼望，因为我们是在如这张图一样，我们栽在溪水旁，我们是会有许多的青绿的颜色，我们会不缺乏，因为我们有主的恩雨，有水源来滋润我们，我们不会是枯干的。神要祝福我们，而且他要栽我们在溪水旁。弟兄姐妹，什么是栽啊？栽不是这样子种而已，在原文里面讲的是，如果我们这边有农夫更好。栽就是这样，移接接基啊，台语讲接基。我们原是罪人，我们原是没有福气的，我们原是在那个旷野里枯干的，没有盼望的，谁能够来救我？因为我在罪恶当中，我在那个漩涡，罪恶漩涡，我不断犯同样的错，我不断的唱着同样的很烂的主题曲，我永远走不过那个上瘾。有人可以帮助我们，那个人是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为赎回我们，给我们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原来没有那个好福气的 DNA 啊。神说，你只要愿意称呼我是神，愿意认自己的罪，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你就能够接枝啊，接到主耶稣的 DNA 啊，我们就有主的福气，而且很自然，好树就会结什么好果子啊！弟兄姐妹，一点都不困难，不是说这个不能，这个不能，这个不能，这个传道啊，你就是要我把我绑得死死的，让我都不自由，是不是？你就是要我痛苦。这是我的孩子常跟我讲，妈妈，你永远都说你就是要我这么痛苦，不能让我快活就对了。不，我们当父母的或我们当师长的，我们都是因为爱的缘故限制，为了要保护，为了爱我们，爱我们怎样得福气，要我们怎样，要我们栽在溪水旁，让我们常常都是有活力的，让我们常常都是有能力的，我们可以有自由什么？不犯罪。我们可以有自由跳脱那个酒瘾，我们有自由不怎样，不再做亏心事，我们有自由不再怎样落入那个不幸的当中，我们有自由选择神，我们有自由可以依靠连结那个大有能力的，他要来帮助我们，而且很自然，一点都不会困难痛苦，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应许告诉我们，神要栽我们在溪水旁跟他接枝，我们就有了他的 DNA， 我们就要结好的果实。你说我偏不要，我最心疼这样子孩子，我偏不要，偏不要就是这个结果。风中的糠，轻到风一吹你就走了，常常你是枯干的，没有果子，苦到不行再苦。
我就是没办法走出那个同性的恋情，我就是渴望，但是我又觉得很痛苦。谁能帮助我？可以，神，只要你愿意，神能够帮助你。神可以把你那个接枝接到神的体质，接到神的 DNA， 你就能够真的试试看。神要祝福我们，我们要不要？我们有这个选择权。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来接受祝福。如果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想一下今天3个不而已，1个要什么样？要常常思想，昼夜思想。思想的意思是什么？思想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标准那个律法，有人说这个解释成为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训诲。我们常常教会在看这个言经释义，就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稍微离开一点，哎呀，孩子赶快回来呀！在圣经里面要帮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祝福，而不是说我偏不要，哎呀，偏不要就可惜了，祝福就跟你没有关系。那接下来以后传道也会陆续我们会讲到诗篇。那我想第一篇我们必须对诗篇有所了解啊。说传道那我都这样子做怎么这么简单，都没有下面这施行细则啊？有施行细则全部在这里啊！再怎么样子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得这个福气，有说明书的。这个诗篇第一篇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知道诗篇整个架构，我们知道学习地图，祝福的地图怎样，我们才知道怎么样领取这个祝福。那我们如果把诗篇分成这个5卷的话，这个在第2篇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讲，但我们以后会有机会，或者是去看的时候传道会陆续会来跟大家分享。这刚开始是只有卷1跟卷3那卷1跟卷3，其实它的序言就是一本书的刚开始介绍引言就像刚才传道先引言那个钓鱼台一样。引起大家注意之外，也告诉大家这整本今天讲到大概会讲什么。它只是一个序言，那细项呢？它会在后面慢慢的再叙述。所以卷1到卷3是刚开始先有的，那接续下来呢，才会有这个第4、第5卷的。然后在这个第1卷呢，它其实是整个第1卷到第5卷的序，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了这个学习祝福的说明书跟地图以后，我们会更清楚说，这个编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编。那我们知道这个这5卷呢，是怎么样子的来分类呢？传道有写在我们的这个刚才也有PowerPoint，就是我们诗篇第1篇我们可能到下面是第几篇，是第1卷的时候，我们每一卷的分类的时候，它都会有最后的结束，全部都是颂赞我们的上帝。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诗篇呢？它是颂赞的卷书？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值得我们敬拜赞美的在第1篇到第41篇的时候，它是第1卷，然后42到72，你会发现41跟72跟89篇跟106篇全部都是以我们要来颂赞我们的主为结束，所以这就像一个赞美的衣服我们一知道了这个架构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传道刚刚转太快，我们可以再回来看一下我们的赞美衣服按照这样来分，你会看得很清楚。我们怎么赞美神我们在苦的时候，这些诗篇很奇妙前面可能好几10节都在心中的苦闷甚至跟上帝摔跤吵架但是最后一翻，哇，原来神是要祝福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来颂赞神他的美性，他是慈爱，他是美好的他是爱我们的，他给我们这么多3个不能做的，他的心意其实就是在爱我们。陆续以后今天讲了序以后，我们就有个动力，我们可以开始持续来看诗篇它是怎么样来祝福我们。
好，那什么叫做序呢？如果大家还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做序呢？传道有摘录了一本书，是在我们图书馆的书，他这样子讲说，如果我们呢要爱神爱人呢，这么样做的话，就像刚刚说的3步的话，还有我们常常在研经释义里面，牧师常常会提出来，让我们去挑战我们自己，我们做得到做不到？我们常常说神啊，我要爱神爱人，真的常常是做不到。尤其那个什么，生气不要到日落，明明都气咖啡还气哈，但是我就是做不到。那这本书他就在讲，当你做不到，当你人生很痛苦的时候，上帝容许跟你一起来摔跤。这本书，他要你有任何疑问的时候，你可以跟神来摔跤。神不怕你问他，他不会问不到的。但只要你有疑问，你都可以到4楼去借这一本书。传道要分享一个传道自己的经验。在我那个时代，我是民国52年，我是那个时候正好流行小儿麻痹。我只有我爸爸他没有兄弟姐妹，我的祖父祖母只生他一个，所以我的妈妈是现在的中3女中，就是第2女高毕业，他们都算有读书。我爸爸是现在台北商专，他们结婚的时候很高兴，但是结婚以后就很痛苦。原因是我的祖母一直希望就是我妈妈一直生男孩，但是我的妈妈第一个生儿子好高兴，第2个生女儿，第3个女儿，第4个我是老师，所以第4个也是什么女儿，生到要考了哈，生到哭这样子。在生我的时候呢，民国52年正是小儿麻痹盛行的时候，那时候要注射这个预防疫苗，现在快要到了秋天，我们又要注射流感，对不对？我们现在会开始决定说，我们要不要注射疫苗？请问要不要注射小儿麻痹疫苗啊？当然要嘛哈，但是那个时候要做一个决定，因为小儿麻痹的疫苗那时候不是免费，是要用钱，就是要去买的。请问，如果只有一个机会，要给谁注射这个预防针啊？给儿子嘛，我有听到有人讲儿子，对不对哈？因为这个婆婆一定会讲，要给儿子，长子嘛，这4个女生没关系。但是我妈妈觉得怎样？最小的怎样？最需要，因为她年纪最小，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满月，还不会走路，做最后的决定了，觉得要给我哥哥注射的人，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觉得要给我注射的人，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唉，结果怎么样？你们知道我有小麻痹吗？哈，当然，结果是我妈妈给我注射。那时候邻居大家都注射那一桶针，注射了以后3天，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哭，因为每一家都有一个人发烧，得了小儿麻痹。我们家也开始有一个人也发烧得小儿麻痹，那个人就是我。注射了预防针，反而得，也就是说注射那一桶针的全部都得。我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讲出阿们。我一生跟神摔跤了49年。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出埃及记说要没有瑕疵才能献给神。我跟神就是摔跤，我说神，是你让我得的哦。我们生命中会有很多跟神摔跤的时候，但是神爱我们，真的。今天我如果能够站在这里，可以做传道，可以对人，可以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我想就是神的恩典。你知道我的父母心有多痛了吧？为什么我一说要来这里当传道，他一定要来陪我？而且我的爸爸已经80几岁，每一天11点，我只要还没到家，他一定在楼下等我，
哎呀，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啊，他还是坚持11点一定在我的宿舍楼下等我，所以我现在每次来，如果超过11点，我就会很有压力，因为他就在楼下等我。感谢神，神要用我，神带我走过来。他说，只要甘心乐意献上的，你只要献上什么，甘心乐意献上，神就要来作为。我甘心乐意献上，神自己要来作为，因为在新约当中已经给我很多的应许。我不是瑕疵的，在这一期的新竹中会里面有介绍我的家人跟我自己的见证。我想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来见证神在我身上的作为。传道要讲这个的原因是说，在我们生命中可能就像这本书一样，它刚开始只是有一个序而已，但是神的心意要爱我们。我们有任何的疑问没关系，神不怕我们跟他摔跤的，我们来到他面前跟神好好来摔跤。神要祝福我们，在旧约中就不断的叙述神给我们的人的福气，看起来啊，字面上啊，好像都是土地呀、后裔呀，生养众多啊，所以传道才会生3个啊，本来还要生第4个，医生说不行，你的脚已经不行了。我想神的这些福气背后，就是在新约里面告诉我，只有一个字：上帝是爱。虽然这里面有许多的过程，但是最终来讲，上帝就是爱，爱你耶。上帝爱你，你可能觉得神不是美善的，因为坐在我身上的怎么样子都没办法忍耐，没办法，这个太委屈太大，我没有办法忍耐下去。但是神应许我们，他真的爱你，你接受到他的爱吗？神要说，若是你愿意到我的面前来，你开你的心，你开心，把你的心打开，神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祝福人，也祝福你的这个大的器皿，让我们都能够开心成大器，好吗？成那个神的福气的这个大器，好吗？我们若没有神的圣灵的气在我们里面啊，那个福，那个我们所在之地啊，只没有那个气的话，神的气息，神的圣灵的气的话，那个地是什么地？福地啊！哎，福地我不要，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气息在我当中，那个衣服再好，都只是什么福衣而已啊，我也不要。所以神的气息多么的重要啊！你想成为神祝福福气的大的器皿吗？我要。如果你这当中还有困难的，请来找牧师传道，请来到神的面前，神真的祝福你。愿我们神在耶稣他说他来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的更丰盛，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我们昼夜思想神给我们的这个训诲，或者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得着更丰盛。愿意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吗？没有人反对吗？好，那我们就来得吧，得神给我们的丰盛吧。在我们每一次会前读经传道，很感动的是来到这里，我觉得每一次这个让我给我很多的引导，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真的是有没有跟我们的这个恩典来相称啊？我常常跟我的青年讲说，我们呢就是尊贵的，神的恩典给我们，我们那个要跟我们相称，就像我们走路啊，走路要平衡才相称啊。传道就是因为怎样，一只脚不好，所以走路怎样。所以神如果给我们恩典，我们是尊贵的。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把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给我们的教诲，我们没有遵行神所说的，传道要说很抱歉你没有相称的话，你走路会这样啊，你会比传道还跛。你希望你的人生是跛的吗？我们要跟我们的蒙召，要跟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尊贵要是相称，我们走起来人生的路，我们才能够 up and go。如果我们
斜斜的，哎呀，真的是。愿我们都能够在神里面，我们行事为人，我们都能够跟我们所蒙的召相称，我们能够走得轻盈，甚至圣灵的风吹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开心啊！我们是何等的轻松。愿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我们都按照神给我们的，我们互相来在主里面彼此扶持。神给我们的生命会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合一。愿我们能够在这里受神的祝福，跟我们彼此扶持，让我们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一生真的是在神的祝福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心意就是要爱我们，而且你要定义爱我们到底。主，我们知道我们心中还有许多的疑惑，主，我们心中还有许多的痛苦，主，你都明白，主，你也在乎，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的祝福已经为我们预备，因为主，你的圣灵，你的圣灵的风，圣灵的气已经吹在我们这个器皿上，我们只要愿意说，主啊，主啊，求你来，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走在主你的正道上。主，你就要赐给我们你那里来真爱的平安，真爱的福气，因为主你的心意就是要赐福给我们。谢谢你启示给我们，也让我们听了又有能力去行。也谢谢你要帮助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主你圣灵持续要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进到这世界中，主，我们是要改变世界，而不是要被这世界改变。主耶稣，这是你的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你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